台南市的平溪港的跨港大桥，本地伫2021年就要起，也毋过到今已经流标9摆啊。这工程费也一直咧增加，原本是对正10亿，变做即马是要挖20亿遐尔济。台南市政府是讲，若准阁标袂出去，会开放予外国的公司来投标。 台南安平老街古堡这景点，游客一直拢真爱去，尤其假日人是叉。嘛因为安尼4块里的车路总是互车塌掉咧。为着要解决塞车，市府嘛按算要起跨港大桥，原底2021年就要动工，煞一直流标。没有可以，那就一下对迄个17路汽车给再过来，对，那才当过来。他们只要消个月啦。那只是说不要再拖了，因为再拖下去。 哦，游客啊，对安平的印象越来越差。为什么？车子很塞，那不好进来，连那个什么台南当地人都说，假日啊，不敢来安平。民众希望会当赶紧动工，消透当地交通压力。台南市府强调，到目前为止已经流标9届，目前已经搁增加要4亿的预算。 有计11月23搁开标，若是搁流标，台南市府嘛无排除开国际标。 经过公务局多次的招标流标后，退委检讨，经重新计算人力成本及修改预算之后呢，已在增加近4亿元的预算，目前花包总经费约19.69亿元。 安平渔港跨港大桥由城平路下过渔港航道，接到永华路，差不多1010公尺。小头安北路进入安平旧城区观光车流，也分流市区第17线中华西路交通，毋但提供民众更较方便的交通路网，也促进观光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